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5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21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人。基督徒咧传这个信仰的福音，咱讲是传福音啦吼。一人会问到讲，什么是福气？特别是迄种非基督徒。基督徒当然真简单，会通来回应咱若引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你讲上帝遮尔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因。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得到特别无，反倒转会得到永远的活命。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来到世间，毋是要定人的罪，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当然这是无毋对啦吼，但是咱要想的是讲，非基督徒敢听有？因敢有法度了解什么是永远的活命？因敢有可能再搁进一步来思考什么是永生？因可能会问讲：我这世人都活了好好就好啊！基督徒要怎样来回答？或者是咱要怎样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呢？这是咱今日的方向啦吼。照着圣经的教示，基督徒应该爱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圣神降临主要的目的。因为呢，主耶稣基督讲，但是迄个劝慰者，就是被因为我的名所要册来的圣神，会将一切的事来指示恁，并且互恁记得我对恁所讲一切的话。所以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上基本的要求。要怎样来遵守上帝的诫命，是领受救恩，也是讲咱讲永生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到着因咧旅程的第一站西奈山骹敬拜上帝的时阵，上帝就颁布着伊的诫命10条诫，就是为着要互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清楚明白的根基，会通来跟对伊。因为因已经袂记得上帝啊，因毋捌上帝，并且认为上帝是看袂到的，因为因拄着无水的困境。无物件通食的难题的时阵，摩西拢无先替因解决，所以10条诫的规范包含着对上帝第1诫到第3诫。一般也真侪人咧讲第4诫守安息日的诫命是针对上帝的诫命，但是牧师认为第4诫嘛包括着对人的关系。因为这个安息是对上帝领受着福分，得到安息，就要领受呼召来互儿女、奴仆、女婢、精生以及出外的人来得到安息。当然非常明白的，对10诫中间的第5诫到第10诫。是针对甲人的关系。事实上，第4诫是10条诫的中心。11节讲：我上主伫第6日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伫第7日休困，因此我上主赐福安息日，定做圣日。伫这个所在提醒着以色列人，上帝讲：我就是迄位赐福互恁的祖先
阿伯拉罕、以撒、甲雅各的上帝。我是创造迄个天地赐福互恁祖先的。也因为安尼，咱就倒转来到讲，上帝咧讲唯一的真神、独一的上帝敬拜，就有第一届到第三届。圣经记载讲，上帝做以下的指示，讲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捌带恁对受掠的所在地埃及出来。我以外毋通敬拜别个神明，毋通为着家己做任何的偶像，也毋通来模仿天顶地上或者涂骹的水泥任何的形象，毋通跪拜任何也是侍奉任何的偶像，因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断无用阮甲我对立的神明，怨恨我的，我要处罚因到3、4代的子孙。但是听我的、遵守我的命令的人，我要用慈爱来对待因，甚至到伫千代的子孙。毋通滥觞称我的名，既若滥觞用我的名的人，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会刑罚伊。以色列人佮因为长期住伫迄个埃及学习着侪非常无好的文化习惯，所以养成无好的这种人际关系，甚至为了家己的利益，因会当偷摕，因会当杀人、奸淫，甚至和父母的关系也拢真差。嘛，因为安尼就有这个第5届甲第10届。圣经甲咱讲，着爱守安息日做圣日。你有第6天通去工作，第7天是分别归伫我上主你的上帝安息日。这一天，无论是你的儿女、奴仆、女婢，也是精生，也是住伫外面的这个出外人，拢袂当工作。我上主伫6天内底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但是第7天就休困，因为安尼我上主赐福互安息日，定做圣日，着孝敬父母，通好互我伫属你的土地顶悬，通好享长岁寿，毋通杀人，毋通奸淫。毋通偷摕，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人，毋通贪别人的房屋，嘛毋通贪爱别人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也是其他的物件。当10条诫颁布时，以色列人非常惊吓，因为上帝的声就亲像雷咧弹，上帝的形象亲像迄个死呐，亲像迄个真硬蓬蓬的烟雾。圣经讲，人民听见雷弹甲号角的声，看见死呐甲山顶冲出来的烟，拢真惊吓。因远远地徛地，因就对摩西讲：“请你向阮讲话，阮一定会听。若是上帝甲阮讲话，恐惊阮会死。”摩西看免因讲，毋免惊，上帝出现是要考验恁，互恁时时来敬畏伊，袂致到犯罪。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时阵，上重要的教导，咱称做山顶的宝训，也通讲甲西奈山同款，迄个诫命同款的边仔重要。福音书的记载就非常明白，因为耶稣基督讲有福啊。英文的翻译是安尼啦，Bless the one who 咱个称做这个山顶的宝训叫做八福，所以咱来听看耶稣基督伊怎样讲蒙福的人。
伊讲承认家己灵性丧向的人，偌尔有福气，因为天国因是天国的子民。为着做恶悲伤的人，偌尔有福气，上帝要安慰因。欠和的人，偌尔有福气，因为因要承受上帝所应允的产业。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偌尔有福气，上帝要充分来满足因。用仁慈对待人的人，有偌尔有福气，上帝也要用仁慈来款待因。心内纯洁的人，偌尔有福气，因要看见上帝。促进和平的人，偌尔有福气，上帝要称因做儿女。为着实行上帝旨意受困迫的人，偌尔有福气，因为因是天国的子民。当别人因为恁来对我来侮辱你、迫害恁、讲各样的歹话来诽谤恁，恁是偌尔有福气。都爱欢喜快乐，因为伫天顶将来要有丰富的奖赏，为着恁保存。真正的先知嘛，相款受着人的迫害，这是基督徒蒙福的条件甲方式。诗篇33篇12节到22节，认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受竞选做伊产业迄个子民真有福气。上主对天顶伫看见拢总的世间人，伊对伊的宝座看落去，看地上所有的子民，依着正人的心，了解因一切的作为。君王袂话因为兵济就胜利，勇士袂话因为气力大就会赢。靠战马无一定会赚赢，靠马的威力无一定会救人。上主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伊会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保存因度过这个饥荒。阮的心神听候上主，伊是阮的帮赞，阮的盾牌。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因为阮倚靠伊的性命。上主啊，愿你的慈爱喜乐互阮，因为阮仰望你。恳求上帝，互阮领受圣神的充满，领受圣神的气力，来军队助你的引带，也互阮会通做你的囝儿，来蒙恩得福。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